那就如同中华大师呢，他在《菩提道次第摄颂》里面有讲到，就是我们说修学佛法呢，那最主要呢就是要升起入大乘之门，也就是发心。那对于说我们这2天呢讲法的内容，也就是今天还有周三呢，虽然说我们最主要是要讲述佛子行37颂，但是呢，因为呢就只有2天，然后每天呢各2个小时，加起来4个小时，那把佛子行37颂呢要解释完也是不容易，所以我们会挑重点呢来做解释。那我们在周日、今天呢，还有周三呢，最主要呢，就是因为我们在之后在法会的时候呢，要传随许法。那因为随许法呢，它最主要是密续的内容。那对于说任何密续的内容呢，那无论说是随许或是灌顶，那在讲述之前呢，那都要以显教的3主要道呢作为基础，也就是出离心、菩提心还有空正见来作为基础。因此呢，这2天的讲法内容呢，就算是随许法的这个前行，也就是讲述3主要道的重点。那因为呢，就是我们这2天所要讲述的呢，算是对于我们修持密法的一个前行教授。那密法前行教授在显教呢，最主要的基础也就是出离心、菩提心，还有空正见呢3主要道的内容。那我们结合世尊的一生的这个视线呢，然后一起来做讲解。那导师释迦世尊呢，就是出现世间的时候呢，那最初呢就是发起菩提心，那中间呢透过3大乘习劫累积资粮，那最后呢就是实现正等正觉的佛位。那世尊呢在此世出生的时候呢，就是视线诞生于蓝毗尼。那世尊呢，从出生之后呢，那也就是成为净饭王的这个太子，也是我们所讲的悉达多太子。那悉达多太子呢，从出生呢还有29年的时间呢，那都是在皇宫当中呢度过的。那也就是在29岁的时候呢，拿到王宫外出访的时候呢，那就是见到了生老病死的痛苦之后，那内心呢就升起了强烈的出离心，所以想要从这种轮回的痛苦当中呢脱离出来，所以由此呢逃离了皇宫。那世尊呢，从皇宫出来之后呢，那首先呢，就是到确定那么大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剃发出家。那出家以后呢，那就是到现在菩提迦耶金刚座附近呢，然后去做6年的苦行。那经过6年苦行之后呢，那最后在35岁的时候呢，成正等正觉。那世尊呢，在35岁呢，就是成正等正觉之后呢，那就是由第4天还有大梵天呢，那祈请呢世尊能够转法轮。那因为透过就是第4还有梵天的祈请之后呢，所以佛陀呢就转了初转次第法轮，那2转无相法轮，还有3转呢善变法轮。那在3转法轮之后呢，那到81岁圆寂之间呢，就是46年的时间，涅槃之间呢，那就是在各处游历，然后呢度了无量的这个有情。那我们知道说在81岁的时候呢，世尊是在居士那罗这个地方呢实现涅槃的，所以有46年的弘法利生期间。那我们刚刚所讲述的视线呢，是世尊呢他在视线这一生呢，就是承办佛位的一个视线的过程。但是呢，如果说我们讲说世尊从最初发心呢，那到中间累积3大阿僧祇劫的资粮，以及最后承办佛位呢，那这个呢，并不是仅靠一生一世的时间，它是靠了多生多劫的累积，那最后才承办了佛位。那世尊呢，最初发心，就是最初发起菩提心的这个相状的状况。那其实在不同的经典呢，有不同的解释方式。那不过一般来说呢，就是有程序呢，就是世尊发心的这个状态呢，一般程序有7种不同的这种状况。那里面呢，就是第一种情况呢，是讲说，和世尊呢，就是同一心绪在因地的时候的一个友情。那个时候呢，在导师释迦世尊的这个前身呢，他的前世呢，就是投身在地狱当中。那在地狱里面呢，那他就是要负责拉地狱的这个马车。那
他和他的另外一个同伴呢，就是要负责拉这个地狱的马车。那这个公案呢，最主要是从很多的这个佛经里面出来，那包括戒经里面呢，也是讲引述这个公案呢，然后讲说世尊呢最初发心的这个情况。那因为呢，在地狱里面拉车呢，那我们知道说地狱的这个大地呢是铁做的，那加上说它的这个马车呢也是铁做的，那加上说地狱里面它又非常的热，那世尊的这个前世的这个友情呢，和他的这个同伴呢，那他们两个就是要负责拉这个马车，铁做的这个马车，那所以在身上呢，就像是牛一样，就是牛要拉车的时候，它身上会放这个礼呀等等。那同样呢，在人的这个脖子上啊，还有身上都是装这个铁，然后让他们两个去拉车。那他的这个世尊前世的这个同伴呢，那就是因为实在是马车太重，然后地呢又是铁，然后又热的缘故呢，那他已经是走不动了。那这个时候世尊的前世的这个所是现化的这个地狱的这个友情呢，那他就对这个看管他们的这个牛头马面说呢，我的同伴呢实在是太辛苦，他真的是走不动了，不然呢就是你们让他去休息，就是这一台车呢，这个牛车呢就由我一个人来拉就好。那因为他这个同伴在拉不动的时候，这牛头马面就是不断的呵斥他，而且用鞭子呢在抽打他，所以世尊看了呢就很不忍，所以就这样子呢跟这个牛头马面说，就说放了他，然后让我一个人呢来拉这个马车。那牛头马面呢听了以后呢，他们就回了一句话说，自己造的业，难道不需要自己去感受这个痛苦吗？然后就把这个抽打的这个铁棍呢，然后打在就是世尊前世身上。那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打在这个世尊前世这个地狱有情身上缘故呢，所以他在地狱身呢就舍了地狱身，然后投身呢到天界去。所以呢，这边讲说这是世尊呢是第一次发起菩提心的一个状况，就是沿着自己的同伴呢，见到同伴的苦，不忍同伴受苦呢，而升起菩提心，由此而发心。那这是第一种状况。不过呢，这种讲法，那有的经论里面呢，或者说有的学者是承许说，这一世呢，是因为世尊他在心绪当中升起了菩提心的主要因，发起了大悲心，而不是真正的升起菩提心。因为世尊升起大悲心的缘故呢，所以说这是世尊最初的发心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并不是发起菩提心，而是大悲心。那第二种讲法说，世尊最初发心呢，是升起了自他相换。那说世尊呢，最初是由自他换发心的。那同样呢，也是在有关于戒论里面的戒经里面的一个内容呢，所阐释出来的。这部经呢，最主要是出自于这个《咸鱼因缘经》，那就是说也是世尊呢在往昔受生的时候呢，那其实受生在一个国王之家，那生出来的这个小孩呢，那因为长得非常的漂亮，那所以呢把它取名为这个女生的这个名字。那另外一种讲法呢，是因为说这个国王之前生了一个王子，那很小时候就死掉，然后又生了第二个，又是很小时候就死掉，所以第三个呢，未免第三个小孩呢，也是很快就会死掉缘故呢，所以把它取名为女生的这个名字。那不过在《咸鱼眼睛》最主要的讲法是说，因为她生得非常的漂亮缘故呢，所以把它以女生的名字来命名。因为呢，就是他是生在这个大商主之家呢。那以前的这个商主呢，那最主要就是都要去大海上面取宝嘛。那在这个世尊就是前世的这个长得非常庄严的这个小孩呢，那他在小时候的时候呢，父亲就已经死掉了。那这个小孩呢，他在很小时候呢，就会一直问他母亲呢，就是我父亲呢，就是还活着时候呢，到底是做什么事情？那妈妈呢，因为怕这个小孩呢，就是知道说父亲都是去海上取宝，然后怕他走上父亲的这个后尘呢，所以只跟他小孩说呢，你爸爸呢就是在做生意，但是并没有说爸爸呢就是到海上寻宝回来之后呢，然后再做这些买卖，所以母亲呢也没有跟他说真实的状况，只跟他说，你父亲呢是做生意的。那所以呢，他
在稍微长大之后呢，他就开始做生意。那在做生意的时候呢，那也是累积了一些钱财。那他会把这些钱财呢，就是供养给母亲。那除了供养给母亲之外呢，他会跟母亲说：“哦，赚来的这些钱呢，就是除了自己受用之外，那也可以拿去就是布施啊，或者说给这些贫穷的这些人家。”那也因为呢，就是他在做生意的时候呢，那因为卖得非常好，那一开始呢只是卖草，然后那个时候钱的这个算法呢是算这个嘎夏巴尼，所以他那时候呢他就累积了4个嘎夏巴尼之后呢都给了妈妈。那和他一起就是做这个草的这个买卖的商人呢就跟他说啊，你父亲呢之前呢是卖香的，因为他们不想要和这个小孩一起做生意嘛，因为他实在太会做生意，所以就想把他赶走，就说哦，你父亲呢之前是在卖香的，那就跑去跟这些卖香的商人呢一起做生意，然后他又卖得很好，那之前呢得了4个阿夏巴尼，所以之后呢卖了香之后呢又赚到了8个阿夏巴尼，那也是全部呢都是供养给他的母亲。那香卖的很好之后呢，那这些卖香的这个同样的这些商人呢，就跟他说啊，你父亲呢之前是在买卖这个金银财宝的，那你父亲卖这个金银财宝呢，你卖这个香呢，实在是丢你父亲的脸，所以你应该要去卖这个金银财宝。那因为他实在太会做生意，所以跟他一起做生意的这些人呢，都会觉得和他在一起做生意很危险，所以都想把他赶走，所以呢，都会跟他说哦。他和他们在一起，就是生意做越好之后呢，就说哦，你爸爸是做另外一个行业，所以他就里面的他们种是等不断的。于种是里面。那后来呢，他就是透过买卖这些金银呢，那他的获利呢也是越来越多，那就一直到16、32的这个阿夏曼尼。那到后来呢，和他一起做这个金银买卖的商人呢，那也受不了他，所以就跟他说啊，你父亲呢，其实之前是在大海上面取宝的。那他到这个时候呢，才知道说，原来他父亲呢以前是去海上取宝，所以这时候他就回来跟他母亲禀告说呢，那我想要跟父亲一样呢，就是到海上呢，就是去寻找这个宝物。那妈妈呢，当然是不同意，因为他父亲呢，就是在海上寻宝过程的时候呢，那死掉了，所以他母亲呢就不同意呢，他去海上寻宝。那因为他跟妈妈呢说他要去海上取宝，那他妈妈呢当然是不同意，所以也不放心。那他就想要偷跑，那他妈妈也知道说他可能会偷跑，所以晚上呢就是睡在这个门口。那他为了呢就是能够到海上呢去寻宝缘故呢，所以他在半夜的时候呢，就是从他母亲的身上呢跨过去，然后偷跑呢就是出去寻宝。那他那时候出海的时候呢，并不是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出海，而是有很多的这个同伴。因为呢，大家都知道，说到海上呢去寻宝是非常的危险，因为那个时候的顺源呢也不像现在，所以船呢也没有像现在来的坚固。加上呢，海中呢又有很多呢就是会做危害的这些生物的缘故，所以大家都说知道呢，出海呢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。那在海上呢，就是因为航行非常的危险。那有一次呢，就是他所坐的这个船呢，就是因为整个被这个海浪呢，就是冲毁，那整个船呢，就是完全的毁坏。那这个时候，这个商主的小孩呢，他就是抱着这个木板，然后漂浮到一个岸边。那到了岸上以后呢，那就发现说，哎，这里面住的人呢都很像这个天子天女。那所以他在路上走的时候呢，那就有4个天女呢，就是把他请到家里，然后呢请他去用餐。那他在出去的时候呢，那一开始是只有4个天女，然后后来呢邀请他的天女呢就越来越多，后来变8个，然后16个，然后32个天女呢请他到家里去用餐。那食物呢也是越来越丰盛。那为什么呢？一开始是4个，然后后来8个，然后到后来有32个天女请他到家中去用餐呢？那最主要呢，是因为他一开始呢，就是把他所有的这些获得的这个嘎夏巴尼呢，都供养给母亲。那一开始4个8的，然后到后面供养到32个阿夏巴尼，所以这个呢，就是那个时候供养的一手果，就是呢，因为父母亲呢是我们福田的缘故，所以在供养他们、对他们行善之后呢，那所获的益手呢也是非常的好。
那就是在那边受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那接下来他要离开这个有32个天女供养的这个地方，然后就继续往前走。那这时候呢，他就遇到一个这个铁做的这个房子。那他看到这个铁的房子之后呢，那其实这个房子感觉呢也是非常的这个怪异，但是他还是很好奇呢，他就走进去。那进去以后呢，这个铁门呢就是自动关上。那再往里面走呢，又发现有第二层的这个铁门，他又进去以后。然后就看到里面呢，就是有一个人，然后这个人的头上呢，就是有一个铁轮呢，在上面不断的这个旋转。那铁轮每次在旋转的时候呢，那这个人呢都是感到非常的痛苦。那他就见到了这样子的相状。那这时候呢，就是这个商主的小孩呢，他就问到这个人说：“哎，你为什么呢会在这边感受这个铁轮在头上的这种痛苦呢？”那这个人就回复到说呢，就是当初呢，我还在人世间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不听母亲的话，我没有听我母亲的话呢，所以我现在感得了这样子的果报。那所以呢，这商主的小孩呢就想说啊，那是不是我过去呢，就是因为不听母亲的话呢，所以我才会到海上呢去寻宝？那因为在海上遭遇到这些船难呢，然后才会漂浮到这边。那是不是我过去呢，因为不听母亲的话的这个业呢已经成熟？那他心里在这样想的时候呢，那天空呢就传来这个就是以照作不失。那既然来了呢，那也没有办法离开，所以这个铁轮呢就自动在他头上呢生成，他就开始感受这个铁轮呢在头上转动的这种痛苦。那这个时候呢，铁轮呢就是自动呢在他头上呢产生，那他这时候也是感受到了这个无量的这种痛苦。那不过呢，这时候商主的小孩呢，他就在内心里面说：“呢，那其实不仅仅是我呢，那在这个世界上有不知道多少人呢，都是因为不听母亲的这个教诲呢，让他们造下这样子的恶业。那希望说呢，这些世界上呢都造下这样的恶业的人呢，那他们之后要感的这种苦果呢，都在我身上成熟。他们之后呢，不需要呢再感受这样子的恶业。那因为他在内心当中呢，升起了这样子的真善意乐。”所以呢，铁轮呢自动呢就从他头上掉下来。那这时候呢，他也在这个地方呢就死去。那死了以后呢，就投生到33天。那所以无论呢，就是前面呢在讲到说，就是报恩经当中呢，就是他帮这个同伴呢去呃拉这个马车，或者说呢，像在《行云经》里面呢，就是投生为大商主，然后呢，希望帮一切呢不听母亲教授的这些人呢所造的恶业呢，那都由他所承受的这个痛苦当中呢，希望这些人都能够尽除恶业。所以我们讲到说呢，这就是世尊呢从发起了大悲心，然后升起真善弥乐，然后还有菩提心的过程。那也都讲到说，因为呢他升起了大悲心，或是发起菩提心之后呢，他在感受这个痛苦的这个身体呢就死亡，然后投身到天界去。所以这代表了什么呢？就是如果呢我们去观修大悲心，或是真善弥勒，或是菩提心呢，只要升起一念呢，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净除呢，就是非常多的这个恶业。也就是说呢，它可以让我们快速的累积资粮。那这个是从世尊呢他自己所讲述的经典当中呢，我们可以了解的道理。而且呢，我们知道说，其实，在地狱生呢，它的寿命呢是非常长的，不可能说呢，就是被狱卒敲一棒之后呢，就立刻投身到天界，或是一死之后立刻投身到天界。所以从这边呢，我们可以知道说是累积非常大的资粮。那除此之外呢，那还有像是无所菩萨呢，就是亲见这个弥勒菩萨的公案。那无所菩萨那时候呢，就是在山洞里面呢，就是闭关12年，然后12年呢都没有见到这个弥勒菩萨。所以他由此呢就心灰意冷，然后他就离开这个山洞。那离开山洞以后呢，就是看到路旁呢就是有一只狗，那这个狗的下半身呢，就是因为都受伤，长了很多的这个蛆虫。那这时候呢，他看到呢，他就很不忍，所以他就想要救这一只就是全身呢都是长满虫的这个蛆虫的这个狗。但是呢，如果说把虫直接拿起来的话呢，那虫会死；但是你如果不救的话呢，那狗也会死。所以无着菩萨呢，他那时候就把这个刀子呢，就先割一片自己的肉下来，那放在旁边，然后呢，又怕用手呢去抓这个蛆的时候呢，蛆会死，所以他就用他的舌头呢去舔这个虫呢，然后要把这个蛆呢放到他自己的肉身上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就他用嘴巴要去舔这个虫的时候呢，那他就看到就是前面的这个母狗呢消失了，然后变成了这个弥勒菩萨。那所以从这里呢，我们就知道说，
无说菩萨呢，他因为升起了这个大悲的这个缘故呢，所以他迅速的净除了这些罪障，所以他才能够见到弥勒菩萨。他为什么在里面修12年都见不到呢？就是因为恶业太重，所以见不到。那所以从这边呢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只要观修菩提心或是大悲心的时候呢，它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累积资粮，而且净除无边的这个罪障，所以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忏罪的这个方式。那这个时候，无说菩萨呢就问弥勒菩萨说：“我修12年呢，为什么你都没有出现，到现在才出现？”那弥勒菩萨呢就跟他说：“我第一天呢就在这边，那不过呢你的恶业太重，所以你看不到。那你现在会对这一只狗呢升起了大悲心的缘故呢，所以净除很多罪障之后，你才见到我。”如同呢，就是在座的这些法师呢，那有学过现观的，那他们都知道说，其实在现观传论里面有讲到，像是以声闻的舍利弗还有目犍连来说呢，那他们呢就是一生所造的这个资粮，他们一生所造的这个福德，那乃至说呢，他们百年、千年，或是他们累积一劫所造的这个福德呢，那和菩萨一天所造的福德相比呢，那菩萨一天所造的福德呢，是远远胜过于呢，就是声闻、舍利弗还有目犍连呢，他们透过一劫所累积的这个资粮。那而且呢，这里的菩萨一天所累积的资粮呢，并不是说指登地的这种9地10地的大菩萨，而是指刚发心的资粮位，还有加行道的这些菩萨呢，他们所累积一天的资粮，就远远超过呢声闻、舍利弗还有目犍连呢，他们累积一劫的这个资粮。那在生辰大师呢，那生辰大师他也就是一世的这个达赖喇嘛，那他有造一部宗喀巴大师的这个传记。那同样就是生辰大师呢，他在圆寂之后呢，他曾经梦过宗喀巴大师，因为他是宗喀巴大师的这个亲传的这个弟子嘛。那他在梦到宗喀巴大师的时候呢，他就梦到宗大师呢问他说：“哦，生辰，你有好好的去修这个自他换吗？你有在休息吗？”他就梦到宗大师这样问他。那同样呢，生辰大师呢，他也做过另外一个梦。那同样呢，就是也是梦到宗喀巴大师。那虽然说体性是宗喀巴大师，那不过呢，他外向显现的呢是智慧狮子。那智慧狮子呢，就是下密院的这个创办者。那他就梦到呢，体性为宗喀巴大师的这个智慧狮子呢，然后对生辰大师呢，对他自己说道呢，就是一切法的究竟呢是菩提心，一切见解的究竟呢是空正见，一切密续的究竟呢是密集金刚。所以你要好好的呢对这3个法类呢来做修持。那同样呢，在宗喀巴大师呢，就是在未圆寂之前，就是那像一些长老，像是扎瓦给谦啊，还有忍谦给谦这些长老呢，那他们就去请问宗喀巴大师说，上师呢，你已经要离世了，那您呢，就是还有什么教诫？那以我们一般的这个白话来说呢，就是宗喀巴大师还有什么遗言呢要交代？那宗喀巴大师呢就说，其实呢我要说的呢都已经说完了，那你们呢就是要好好的去修持菩提心。所以对于菩提心呢，可以说是宗喀巴大师呢他所讲述的最后的教授。那所以呢，如同导师释迦世尊呢，最初发起菩提心，发起菩提心之后呢，然后入大乘道。那同样呢，中华大师的教戒呢，也是告诉我们，就是要好好的修持菩提心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所有的大乘的这些行者呢，那也都是透过修持菩提心之后呢，那使他们的地道功德呢不断的增长，然后最后呢，能够承办圆满正等正觉的佛位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呢，我们今生最主要的修持呢，就是大悲心、菩提心，还有像是真善意乐等等。那虽然说透过修持大悲心、真善意乐还有菩提心呢，还没有办法让我们呢，就是马上的成佛，或者说在我们的心绪当中呢，立刻就升起地道的这些功德。但是透过前面的这些公案呢，那我们可以知道说，透过心绪当中发起大悲心、真善意乐、菩提心呢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呢快速的净除罪障，而且累积无边的这个福德。所以即使呢我们在心绪当中没有办法升起一个真实的菩提心，那也要想办法呢升起一个相顺的菩提心。那之后呢，就可以以此功德呢，那让所有的地道功德在我们的心绪当中呢慢慢的增长。
那所以呢，我们可以了解到呢，菩提心呢，它是具备两种希求，也是具备能够承办自利以及他利。所以为了能够承办自他恶利呢，所以而希求这个佛果位。那所以为利有情未成佛的这个心呢，也就是菩提心。所以菩提心呢，它就是一种希愿，希望我能够承办呢治他一切的这些利益，治他一切的这个好处。所以我要希求佛位。所以无论我们讲说就是希望能够获得。未能获得还是希求获得呢？那它就是一个希愿在里面，所以可以说呢，菩提心呢，它也是一种发愿。那升起菩提心之后呢，那我们最主要呢是，当然是希望说能够升起一个不造作的菩提心。那不造作菩提心呢，就是它能够随时的升起。那以我们现在初修行者来说的话呢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升起不造作的。那我们就从造作的菩提心开始，也就是努力的呢，让自己能够升起菩提心。那努力的方式呢，对我们来说就是从现在开始呢，就是每日持之以恒的来做修持。每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呢，就花个几分钟的时间呢。来观修这个菩提心，那就如同入行论里面所讲到的，久习不成意，此事定非有。所以透过我们不断的串习之后呢，那总有一天能够在心绪当中先升起造作的菩提心，然后之后呢，就是能够升起一个无造作的真实菩提心。那我们也知道呢，菩提心的根本呢是大悲心。那如何升起大悲心呢？那大悲心呢，最主要呢就是希求有情众生呢远离痛苦的心。那所以要升起大悲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去观察众生的苦。那如何观察呢？那有几种方式，一种呢就是到医院里面去呢，去看这些病人的这个痛苦。那另外一种呢，就是去屠宰场，那无论是像是屠宰鸡呀，或者是牛羊的这些屠宰场呢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将要被宰杀的这些友情呢，他们在被宰杀之前呢，有一些会流眼泪，乃至于呢就是会全身颤抖，那就是透过这一些方式呢，让自己呢升起一个希求众生远离痛苦的这个心。那或者说呢，我们在新闻呢可以看到，就是很多地方呢是有发生战争，那在战争区域的这一些人呢，那他们晚上呢其实也睡不好，因为可能今天睡了之后，那明天早上能不能起来呢都不晓得，而且可能不断的听到这些枪炮声，所以内心呢会感到非常的这些恐惧。所以我们要升起大悲的一个方式呢，就是去观察众生的这些痛苦。那如何观察呢？那就是有很多的这些方式。因为呢，如果我们不去看到众生痛苦的时候呢，我们很难升起一个希望众生能够远离痛苦的悲心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是把菩提心呢结合一些公案，还有一些故事呢，就是结合来做解说。那现在还有一些时间呢，那我们就来做问答。就是担心呢，明天去拔牙呢，那可能会担心牙痛啊等等。那人切呢就回答到说，其实，在我们任何事情呢，做任何事情，在世间做任何事情呢，都要想办法呢，让这些事情呢和法呢去做结合，乃至说哦，我想的呢，不仅仅是要说我拔牙之后疼痛能够减少，是要去思维到说这一件事情，在这件事上我如何和法呢去做结合。那所以呢，就如同月称菩萨呢，在路中里面有讲到说，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布施我们的身体呢？因为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呢，我会觉得说，布施我的身体呢，我会痛。但是呢，换另一个方向来想的话呢，就是因为我们不去修持六度缘故呢，乃至于我因为坚定的缘故，所以呢，我在地狱呢感受痛苦，其实是远远超过于呢我布施我的这个头目脑髓所感受的这些痛苦。那尤其是如果我不布施呢，更为坚定的话呢，那我所感的痛苦呢，其实是远远超过的。那所以，如同这样子呢，我们可以去思维到说，明天无论说是拔牙也好，洗牙也好，或者说呢，拔牙也好，就是我们可以思维到，其实和我的牙痛相比呢，有很多的疾病呢是远远呢超过于我拔牙的这种痛苦，而且所谓的痛或者是不痛呢，它其实是互相关带的。所以，当如果说我们只想到自己痛苦的时候呢，那当然会觉得说，哦，我这苦呢是最痛最苦的。但是，如果你心境呢能够稍微去转变的时候呢，再去思维到说还有其他痛苦的时候呢，那其实牙痛的这个痛苦呢，它就并不是很剧烈的。
那除此之外呢，就是有一些人呢，他即使生病的时候，那想要去看病，但是这些顺源呢，可能都是不具足。但是在这里呢，就是一切的医疗资源呢，都是非常的丰裕，所以可以多从这种关带的角度呢去做思维。那如果是在法制上呢，合法结合化呢，如何思维？那就如同刚才呢所讲述的一样，那和我一样呢，就是有牙齿痛的这些友情有多少，乃至于身体上各式的病痛的这些友情有多少，那我都祈愿呢，他们的这个痛呢，都是能够承受在我现在这个牙痛之上，那他们不用呢再感受这样子的痛苦，那就如同刚才的所讲述的这些思维方式去思维的话呢，那我就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尽遂极致。所以呢，就是我们讲述的这些内容呢，在讲完之后，要是能够直接结合心绪的话呢，对我们就有所帮助。但是呢，如果只认为说，哦，我来听讲呢是听呢是一回事，出去呢，那听讲内容就放在这个佛堂的话呢，那其实我们听了呢，我们就不会有真正的帮助。那所以除此之外呢，就是我们身心呢在感受痛苦的时候呢，那最主要呢就是透过思维法义呢，然后来减少我们的这个苦受。所以我们在感受到痛苦的时候呢，并不是一直去思维这个苦。那我们自己觉得很痛苦的时候呢，那你再去争议、又去照做的时候呢，你所感受的这个苦呢，它只会变得更大，而且更痛苦之外，那解决的方式呢，就是我们从其他的角度呢去做思维。当你能够找到其他你的内心呢能够转变的时候呢，你所感受的这种苦受呢，它自然就会变小。也就是呢，我们在缘着他人升起悲心的时候呢，会有两种状况，一个是能够直接帮助到他，那另外一种就是没有办法直接帮助到他，会有这两种情况。那就讲到说呢，就是我们的悲心呢，一定是要缘着友情的痛苦之后，我们才能够升起悲心嘛。那缘着友情升起悲心之后呢，我们如何才讲到说，就是有的能够直接帮助，有的无法直接帮助。那能够直接帮助呢，就是我自己具备这样子的能力，我具有能够帮助他呢离开痛苦能力的时候呢，那我自然我可以直接的帮助他，让他离开痛苦。那如果我不具备这样子的能力之外呢，那我除了在口中呢说可怜之外呢，那我实际上是没有救护他的这个能力。那也因为呢这个缘故呢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像世尊他的这个在前世尚未成佛之前呢，他在地狱的时候呢，他除了就是只能够对于和他一起拉这个马车的这个同伴呢，就是升起悲心之外，他没有办法，他那个时候因为他自己也是身在地狱的这个友情，所以他没有能力带领这个友情呢一同到这个天界去。所以呢，我们为什么要发起菩提心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友情的痛苦之后，见了友情的痛苦。那我想要就近利益一切友情，帮助所有友情，我唯有成佛，我才能够具备这样子的能力。所以我们才要发起菩提心嘛，就是因为我见到友情痛苦，但是呢，我要帮助他离开这个痛苦呢，我不具备这样子的能力。那谁才具备这样子的能力？佛才具备这样子的能力。所以为此我要成佛而发起菩提心。那什么时候才能够具备能够帮助他人离开痛苦的心呢？那就是透过修道嘛。当我们开始修道，心绪当中的这些正德开始升起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具备能力呢，帮助友情离开痛苦。那这边呢，就是我们要了解到说，就是为什么成佛之后呢，才能够真正的呢去利益到友情，因为唯有成佛之后呢，我们才能够了解一个友情呢，它的根器、圣洁以及誓愿，所以你才能够真正的呢去帮助他说，哦，如果你要从这样的痛苦当中脱离出来的时候呢，要用什么样的方法？但是这些方法呢，收摄起来的话呢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苦的因呢到底是什么？那了解了苦的因是这个之后呢，我们就不要去照做。同样呢，你要是想获得快乐的话呢，那你要去召集呢，能够让你产生乐的这个因。所以就是世尊呢，透过告诉我们取舍的方法呢，也是断乐修善。你要不想要获得痛苦的话呢，你就断除苦因；你想要获得安乐的话呢，你就去召集乐因。所以世尊他帮助友情的痛苦，帮助友情的方式呢，并不是用手呢在你头上摸一摸呢，然后就让你的痛苦能够消失，或者说呢，我把我的正德呢直接呢全部都运到你身上去，并不是以这种方式，而是告诉我们就是个人的业呢，你造了怎样的业，你就会感得怎样的果。所以你要想要离苦得乐的话呢，那你就要去断乐修善。所以这个是世尊告诉我们的，能够获得快乐以及远离痛苦的一个方法。
那其实呢，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时候呢，那有很多事情呢是要我们去忍耐，需要我们去安忍的。那特别呢，就是我们在承办一个团体的事情的时候呢，那最主要呢，都还是关待于我们的这个思维，就是我们在想事情的时候呢，要正直，就是不偏不倚，然后要有一个清净的心。那以佛法来说的话呢，就是我们在做任何事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意乐呢都要清净，就是以菩提心呢来摄持。有了菩提心摄持之后呢，然后去思维到说，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呢。就是为了帮助利益，为了利益友情，为了圣教和友情，那以这样子的意乐呢来做。那同样的呢，就是在做事的时候呢，那看到别人做比我们好的时候呢，那也不要生起嫉妒，就是尽量的去修随喜，那就是让我们的心呢尽量和法去做结合。那而且呢，就是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，如果有人看到我们过失的时候呢，那也可以帮助我们呢，就是调整自己。那有时候呢，可能我们做的很好的时候呢，那别人一直在赞叹我们的时候呢，那有时我们可能会因此而升起我慢。所以并不表示说呢，我在承办一件事情的时候呢，有人讲我的过失，那我就一定不好；那有人称赞我，我就一定会好。这些呢，都是由自己的意乐呢来做决定。而且在佛法里面有讲到说，就是透过违缘呢，把这些违缘呢转为道用。所以无论任何方式呢，我们都可以让我们自己的心呢变得更好。那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呢，那其实以世间来说呢，无论你做的再好呢，一定呢都会有人在旁边呢行云邪雨，或是一定会有人呢看不顺眼的。因为就算是呢像是圆满正等正觉的佛陀。那佛陀的堂兄呢，提婆达多呢，他也是到处呢在看佛陀的这个过失，所以在世间上呢，一定会有人对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满。那这个呢，也是法尔如是的这个道理，所以我们不需要把这些呢过度放在心上。最主要呢，就是当遇到这种负面情绪产生的时候呢，该如何把它转为法之上，然后来调整内心，这对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。那其实呢，就是我们承办任何事情呢，这些一定感受都会在我们内心发生。那我自己呢，也是一个就是寺院的一个管理者。那所以同样呢，在做任何事情呢，一定都会惹到各式各样的这个困难，所以我们就好好调整我们的内心。今天呢，就是看到大家都非常认真的听讲，那从问问题呢，那也其实可以了解到说，大家都是把大家心里面呢所遇到的问题呢，然后拿出来做发问。那最主要呢，就是要了解到说，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，该如何的去对峙，或者说该如何的去修持。那总之呢，就是我们在修行善行的时候呢，就从小的地方呢开始着手，慢慢的去做累积。那虽然说今天呢是第一次见面，那不晓得说大家就是学习佛法的这个状况，但是呢，从这边问答呢就可以了解到说，哦，大家其实平常呢就都有在注意，而且呢都有在好好的这个修学佛法，那我也非常的高兴，谢谢大家。那同样呢，在讲法的时候呢，因为前面做了很多的格西嘛，所以讲错的时候呢，他们立刻就会纠正，所以也不是我想说什么呢就说什么。那最后呢，就是将我们今天所有文法的功德呢，那回向世君的圣教能够久住，那一切有情呢能够获得安乐。那特别呢是尊者，还有一切呢所有的持教大善知识。那特别呢是法常的两位退位开什么切，那还有像是松什么切、拉蒂什么切等这些一切的善知识呢，那我们祈愿他们都能够长久住世，法体安康。那也希望呢今天讲述菩提心的内容呢。那之后，大家的心绪当中呢，能够渐渐的升起菩提心。那之后呢，我们来念诵这个道次第七愿文。
Noi me